继续来看外送员送餐抢时间，搁来发生死亡的车祸。国庆日同港的深夜，一个29岁外送员甲小货车相撞死亡。10岁后的暗时，搁有一个外送员和后壁车对撞亡生。3天来发生2件外送员死亡的车祸，这外送员的安全问题再一次引发着讨论。劳动部长柯明春讲，会针对Foodpanda 甲 Uber Eats 这2大外送平台来做劳检，只要认定有雇佣的关系，不管是毋是有保险，这个平台拢要担起法律的责任。外送的保温袋被弄到对大路里，这边啊拢全一寡弄歹去机车零件。外送员才20岁，技术伫暗顿尖峰时间外送的时阵被后车对撞，敢是有翕到节目，都是机车徛伫前面。看到民众讲疑似要换车道，结果后面的车全对撞，造成意外。应该是奥多曼甲这后壁这台可能速度计是要切入啊！我机车飞出去啊！我换车啊！我惊着心脏有要跌。对撞的意外互黄姓骑士重伤死亡。其实类似车祸意外顶礼拜才大发生，桃园29岁细马的外送员，深夜11点外接单了后，骑机车赶要去送餐，经过桃园的博爱路，甲一台小货车发生相撞。重伤送病院也是无救，才工作第2天拄着死亡车祸，对外送员来讲，时间就是金钱。我肋骨裂3根，然后就吃药止痛药，再继续上班，休2天啊。你正常骑也是会车祸。应该如何具体改善呢？以台北市交通大队来讲，10月开始会特别注记，加强执法。在车流里面乱窜、蛇行这种危险驾驶，我们将是处罚6000以上。那另外严重超速的也是6000以上到2万4以下。目前除了交通安全规范，嘛提不出更加具体解决办法。面对新型产业，法令确实对袂到的状况，相关单位业者，目前拢应该爱进一步的检讨。